各位同學大家好，又到咗好書同分享嘅時候啦。今日由楊老師同大家分享一本叫做《寫給小學生看的 AI 課》嘅圖書。大家如果睇呢本書嘅話，係可以學到 AI 人工智慧嘅概念同埋原理啦，提升大家嘅科技素養，同埋關於人工智慧嘅名詞同埋生活上高嘅應用㗎喎。呢本書咧專為你哋而寫嘅。咁全部都係關於人工智慧嘅內容啦，可以培養大家 AI 嘅素養。咁而且咧，裏面非常之多圖畫，好適合大家睇嘅。希望大家睇完之後咧，可以增加大家對 AI 人工智慧嘅知識啦。人工智慧咧，其實係電腦科裏面嘅一個領域嚟嘅，佢可以幫助我哋解決一啲日常嘅一啲問題。咁而喺日常生活裏面咧，如果運用咗人工智慧嘅話，可以令到我哋更加方便嘅。例如有啲自動駕駛嘅車輛啦，運用喺醫療同埋教育方面嘅 AI 嘅目標，其實係建立一啲資料裏面咧，獲取一啲嘅自學嘅一個系統嚟嘅。而呢一啲資訊咧，係可以模仿人類解決一啲新嘅問題嘅噃。咁如果運用咗人工智慧，其實係可以幫助到大家提高效率啦，解決一啲複雜嘅問題嘅。咁我哋睇睇呢一本書裏面嘅啲目錄啦。咁裏面分別咧就有 AI 幫你看病啦， AI 遊戲王啦， AI 幫你收念，同埋 AI 有伴嘅喎，係咪好有趣呢？咁仲有其他唔同嘅內容嘅。喺呢個故事裏面咧，分別有幾個人物嘅，有 AI 界嘅李白老師啦，阿智、小慧同埋小羅。咁小羅咧係一個 AI 嘅機械人嚟嘅喎。有一日，阿智同埋小慧咧就出咗去出邊踩單車，但係好唔小心啊，小慧跌親受傷喎。咁喺呢個時候就有人幫佢哋啦。嗱，你睇下佢哋踩單車嘅時候幾開心，但係喺踩單車嘅時候，小慧唔小心跌親。喺呢個時候 AI 界嘅李白老師就同埋機械人小羅出現啦。原來啊，佢係一個 AI 檢傷嘅機械人啊，可以快速咁檢查傷口。咁佢哋透過談話嘅方式咧，就了解到病人嘅情況，就好似平時醫生同病人問診咁樣喎。除此之外 ，AI 機械人仲有檢傷功能，只要將手機嘅鏡頭對住傷口拍攝，呢個程式就會分析呢個傷口嘅情況噶噃，就好似圖畫咁樣啦。然後就進行醫療嘅評估，對症下藥咁樣幫病人處理傷勢。嚟到呢度，大家係咪覺得 AI 人工智慧係幾神奇呢？ AI 好似同人類咁樣，其實佢哋要經過學習先至可以執行任務㗎噃，就好似我哋讀書咁樣，學完之後加以運用。AI 學習嘅方式咧，就要需要大量資料同埋答案㗎喎。如果要 AI 幫我哋分辨貓同埋狗呢兩種動物嘅話，我哋就要需要準備大量狗同埋貓嘅圖片，讓佢學習嘅。我哋喺輸入資料嘅時候，將狗嘅照片輸入啦，而另一批咧就係貓嘅照片。咁 AI 咧就會學習到狗同埋貓嘅分別。然後如果再俾一張新嘅動物圖片佢，佢就可能會分辨到究竟係貓啊定係狗嚟嘅噃。咁就好似人類嘅學習方式咁樣啦。如果大家對 AI 人工智慧有興趣嘅話，記得去圖書館借閱寫給小學生看的 AI 課。今日楊老師同大家分享到呢度為止啦，拜拜。